咱领受上帝话，记得旧约圣经撒母耳下卷12章15到15节到25节。别日圣经记得旧约第357页，其他版本请看银幕。撒母耳下卷12章15节 B。耶和华拍乌利亚的某，甲大卫所生的婴仔，伊就破病真伤重。大卫为着迄个囝祈祷上帝。大卫搁进食入内面，通眠倒伫地里。伊家中遐老人起来到伊的身边，要扶伊对地起来，总是伊毋肯，也无要甲因相合食。到第7日，囡仔死，大卫的人神毋敢甲伊讲囡仔死啦。因为因讲，囡仔要活地时，咱劝伊上请毋听咱的话。若甲伊讲囡仔死，伊伤心要到怎样？大卫看见伊的人神，自无自主地讲，大卫就知囡仔已经死。大卫就问伊的人神讲：囡仔死啦嘛？因讲死啦。大卫就对地人起来，洗身躯、抹油、换衫。入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倒转去伊的厝，吩咐人摆面伫伊的面前，伊就食。人神对伊讲：你所行的是怎样？囡仔活地的时，你禁食啼哭；囡仔死，你反转起来食。大卫讲：囡仔活地，我禁食啼；囡仔要活地，我禁食啼哭，因为我拍算讲，检察耶和华任命我。互囡仔活地也干，囡仔已经死，我禁食袂啥事，我检会互伊倒转来嘛？我要去伊遐，伊袂话来我遮。大卫安慰伊的某拔示巴，入去甲伊同房，伊就生囝，就甲伊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嘛听伊，就托先知甲伊号名叫亚底底亚，因为耶和华听伊。以上，这是咱请咱所敬听的弟兄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改变。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从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也感谢虽然阮有风台要来即威胁伫咧，阮依然有即个福气，伫主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但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我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校长郭牧师各位长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摆咱。因为咱教会特别庆祝50周年，所以邀请这牧师搁倒转来甲咱大家分享。感谢有这种好的机会，但是我就来去想讲，咱伫咱要庆祝50周年的时阵，咱有啥物会当啥物主题会当甲大家参加来这所在来分享。有可能伫过去咱教会已经经过50年，这中间有真侪这个传统伫咧，经过几啊人无共款的这牧师。伊所带领的，我相信嘛是淡薄仔有无共款。咱你搁咧敲测新的主任牧师的时阵，咱是毋是爱去考虑的是啥物？所以这中间有侪这变化伫咧，有侪咱爱去思考。是搁换一句来讲的时阵，伫咱个人的生活中间，咱嘛常常会去面对着共款类似咱教会即马所面对的这代志的。有可能你也拄到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的这个经济情形，甚至嘛毋是为着家己，你若为着你的囝儿，为着你的这个家族，有这无共款的事，互你咧操烦的时阵，当咱爱安怎去面对伊？咱是毋是毋茫会当来明白上帝的心意？还是讲咱若知影以后，咱有可能会啥物改变也无？所以伫这所在，我三个要大家用改变这个主题透过大卫伫撒母耳下卷伫遮所即个记载，咱三个来思考。咱一定，咱诚做基督徒，咱当着代志，咱头一项大概毋是去找咱的朋友伫遐来思考这个问题，
咱大概大部分拢是登到伫上帝面前，望上帝互咱知影伊的心意是如何，然后咱就会当照呢来行。但是咱嘛知，现代咱大概无参与旧约迄种时代，有上帝声真清楚甲咱讲，真清楚甲迄先知讲，你着爱安怎来行。所以咱应该会去为着如何要明白上帝心意，伫遮咧烦恼。可能逐人拢无共款，但是无共款的代志，还是无共款的程度，拢有即种的即个烦恼伫咧。咱大部分都会甲即个代志下伫咱的祈祷中间，但是祈祷久，敢若无得到即个回应，咱捌为着安尼来烦恼无？我相信非常的多。那咱逐人，我相信牧师、牧者嘛，常常会为着这个代志伫遐来咧烦恼。还是敢若对真侪这个环境的问题，还是环境的这个情形，以及咱看圣经、咱的灵修中间，咱敢若知影这条路就是咱要来行的路线。敢若是上帝指示咱去行的，但是敢若咱个无心无真平安，还是感觉咱敢袂使改变啊？那呢时阵要问的问题，就是讲上帝原本的这个决定，唔知会当受改变袂？上帝这个要受改变的中间是咱自然有咱这个回应，所以咱人对上帝原本的这决定，咱爱安怎来回应？我相信这个拢是真侪咱伫现实的这种生活中间会去面对着。但是，若是有改变的时，咱可能就转到神学的一个问题，伫遐问讲，若是一个神，伊原本的决定会当改变，安尼伊是神无？这是一个真严重的这个问题伫。咱会伫想讲，咱所相信的迄个神，即嘛翻译做上主，以前翻译做即个耶和华，即个神，伊若会当改变伊原来的决定，安尼伊敢是迄个神，是咱要上瓦靠的迄个神无？还是咱有误解讲？会变袂变，到底是甚物？倒转来思考讲，上帝会袂变，到底是甚物？这是今仔要甲咱大家来思考的这个问题伫咧。咱今仔日的这圣经在是讲到撒母耳下卷12章的所在，伫这时候我简单来甲这个圣经咱大约讲一遍。这就是大卫甲这拔示巴伊伫遐发生关系以后，伊生一个囡仔，上帝非常无欢喜，就互这个红婴仔伫遐来得当兵。大卫就为着即个红影的当边，就伫迄个所在禁食，倒伫地呢，入去来目色内底，然后倒伫地面上，伫迄个所在来恳求上帝。大卫无接受这人神的苦劝，伫迄个所在起来食饭，还是起来正常的这种生活伫咧，伊就伫迄个所在拒绝接，一直到第7天，即个红影已经过身啊。即个人神嘛，拢毋敢甲讲。但是大卫伫遐看伊一步伫遐咧讲话的时阵，大概就是安尼，甲伊问讲是毋是已经过身啊？死的时，伊就颠倒起来，伫遐洗身躯，伫遐来抹油，搁伫遐换衫，搁敬拜上帝，然后转去，讲要食饭啊。人生袂明白，问大卫讲为什么安尼？伊就伫迄个所在甲伊说明。伊讲伊死的时阵，未死以前的时阵，我恳求主会看会当怜悯，互伊活起来无？既然就已经死的时阵，我搁恳求伊嘛袂倒转来，颠倒是我会去到迄个所在，所以伊就伫遐恢复伊的正常的这生活。咱看见最后伫遐讲，上帝另外赏赐拔示巴甲伊的一个囡仔，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咱知就是接续大卫最王的迄个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一个。今仔的圣经在是讲到这个代志伫咧，但这个代志中间，咱要三个来学习。咱看头一样看。这个红婴仔，伊的过身其实是上帝原本的决意甲心意伫咧。咱看见伫撒母耳下卷11章的27节，伫迄个所在安尼讲耶和华真无欢喜，大卫伊甲拔示巴所做即个代志，真无欢喜。这是撒母耳下卷11章的27节。其实咱看即个圣经在前一节第14节，伫迄个所在讲，所以。伊甲你所生的囝的确死，伊法务案讲必定死。所以上帝已经安尼斩钉截铁讲，即个囡仔一定会死，因为我真无欢喜你所做即个代志的人。
当代笔伊面对这样代志时，上帝已经决定安尼，伊要安怎做？伊讲啊，好啊，上帝你都决定安尼，我嘛无办法啦。好吧，啊，你就愿你的旨意伫行，伊是毋是安尼？无，咱看代笔伊所做是啥物？刷落今仔看圣经在讲，伊伫遐禁食，伊伫遐来恳求上帝，伊伫遐佮进入到内室中间，伫遐多7工。当然，这代表什么意思？这几项当然有代表伊的意思。代笔面对这个代志的时，伊所做代志其实嘛是咱会当伫遐来学习的。因为代笔是圣经中间讲，代笔是合上帝心意的一个人。圣经中间敢唯一讲到伊尔定，但是伊做遐尼侪歹代志的时，上帝既然讲是伊安尼，表示讲伊真知影讲伊在倒转到伫上帝面前。伊伫遐甲别西巴发生这关系了的时阵，先知立来甲责备的时阵。伊伫遐写诗篇51篇，伊毋是讲主啊，我以后我就袂做这项代志啊，这是你所无欢喜的。无，伊伫遐无讲这项代志，伊敢讲上帝，我得罪你啊！所以原来伊逐项代志拢转到源头，伊会去做迄代志啊，伊无尊敬上帝，伊无甲上帝看做是上帝，伊是讲上帝伫远的所在，大家毋知影，我照我的意思来行。无，伊知影，伊来倒转到上帝面前，讲我得罪你啊！所以伊做方法其实会当真做咱的帮助。所以咱来看讲，咱若碰到困境，咱碰到危机的时阵，知影这是对上帝来说，咱会当安怎来做？头前禁食，禁食代表什么意思？表示你的渴慕、你的迫切、你的重要性。食物是互恁维持咱的肉体的这个性命。你会当连接维持咱肉体性命这物件，就歹插伊啊！我歹去食，代表伫遮有7工无食呢。要甲上帝知影讲，这项代志是遮尔重要，我是遮尔刻薄，我是遮尔迫切。伫遐毋茫当感动上帝。第二，伊是倒转来恳求上帝，毋是去求人，毋是开始找迄个医生。哦，这最王的当然有这个。这王宫内底即个医生是上界厉害，全国上厉害，找迄个来看卖，这囡红影到底是啥物病？你紧甲医好？无，伊毋是倒转来找人，伊是倒转去找上帝。咱嘛是共款，咱碰到危机、碰到困境的时，咱是爱去祈求上帝，毋是咧求人。伊进入内室内底，倒伫遐7工，伊是表示伊的敬虔，甲表示伊的谦卑。伊是王，伊会当坐伫王位顶头，但是无到伫上帝面前时，伊只有趴落伫地面上，直接表示伊的谦卑，甲伊的即个敬虔伫咧。但是咱知这样代志，最后就是即个红影过身，表示讲上帝无改变伊原来的即个决定甲心意。那安尼时阵，咱看代笔伊安怎来回应？咱看代笔伊是顺服。伊伫遐来接受上帝即个决定，所以伊起来，然后伊伫遐洗身躯，伊伫遐来抹油，搁伫遐换衫，然后去敬拜上帝，进到圣殿内底敬拜上帝，以后搁伫遐来开始食饭。这嘛是互咱学习，咱若决定咱若是要接受顺服伫上帝心意，这个结果是甲我原来茫无共款。我是茫红影会当活起来啊！我毋茫是照安尼行，但是上帝敢若毋是有这个代志安尼行，我要安怎来做？咱看见即个是要安来顺服上帝呢？用这个代志来看咱家己起来，就代表啥？我不再沉沦，不再伫迄个所在来坚持，我有另外即个行动出来，毋是搁继续伫迄个耍赖讲，无啊，你就是爱互这样代志安尼行得对，其他拢毋对啦。无，因为上帝已经决定就是安尼个先。咱不再坚持，咱原来咱颠倒爱开始有即个行动伫咧。起来洗身躯、抹油，佮伫遐来换衫时，表示讲咱要改变啊，咱要甲以前无共款啊。然后咱佮倒转到伫主的面前尊从神。去甲到，因为圣经甲咱讲，咱得凡事感恩。虽然甲咱的毋茫无共款，虽然代表的红影过身去。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去敬畏上帝、敬拜上帝，最后伊伫遐在食饭，伫遐在重新要得到快乐，有一个新的开始伫咧。咱看即个是代笔，伊面对上帝
要判这项代志，决定是安尼时，伊还未这代志成以前，伊伫遐努力，伊伫迄个所在来困求，伊伫迄个所在来，倒伫地面禁食等等食的。但是这代志犹原是正的时，伊就换一个心情开始，伊就改变伊原来的情形，就开始有一个重新的这个开始伫咧。咱倒转来看咱家己，咱如何要来面对着咱发生伫咱的这个心情？头一项，咱大概想讲，这项代志是上帝旨意，还是咱的意思？是咱家己心内咧想，平常时就一直咧想，我毋茫的安尼。然后咱就开始看圣经中间，甲咱意思共款。哦，这是上帝旨意，是真正安尼，还是上帝的心意？捌有人讲笑，就是讲要知影这上帝心意是啥，圣经开，看到什么字，大概就是啊，敢若跋杯共款安尼。嘛有一个人讲，我以后我安怎做，就开看时，遐写讲犹大就出去吊死。哇，真啊是这个，毋是上帝叫我出去吊死，现个，佮开会讲呐。你着紧紧去做，哇！这个害啊！佮下个开讲啊，就是照安尼做。圣经毋是互咱跋杯用的，毋是讲开个就是安尼，现着甲我意思共的，安尼才是上帝心意。无，你得先查讲这什么上帝旨意，还是咱的心意？咱要做到安尼安怎做？头一个，咱当然会祈祷，咱当然读圣经，咱当然会请教咱的属灵的长辈的。你注意看，这三项代志，毋是一个讲我家己的意思是啥物？祈祷是你咧甲上帝一种沟通，你毋茫让对这祈祷中间，互上帝来改变我的心意，互圣神自由运行伫我的心中，毋是照着我的意思讲，上帝啊，你着甲我转因啊，你做橡皮章，我毋茫即嘛安尼，上帝啊，你着成正义，无？咱知影讲，咱的祈祷是到伫上帝面前，要追求上帝甲咱讲什么？祈祷毋是讲你咧讲话呐，祈祷是有咧听上帝要甲你讲什么。读圣经，上帝已经透过圣经甲伊的心意甲咱讲啊。伫你圣经中间，你会当看到足侪，你会当得到的这种启示的。你若阁毋知影是，你问遐属灵的长辈时阵，伊会为无共款的角度底下来讲。透过这三项代志的时阵，咱会当对代志有更较超然的看法。我特别伫遐强调超然，就是讲你不再去固定你原来的这种想法啦。你真正是放开，互圣神来引带咱带领咱头前要做。你若有真超然安尼这种看见的时阵，咱就当得到一个真确定的，然后咱就将咱这个祈祷下给你。然后求上帝伫迄个所在来祝福，伫带领甲掌管，掌管非常重要。掌管就是你愿意将这个主权交上帝，毋是你。真侪人伫遐祈祷讲，你要是发现讲代志咱无照着我所想象安尼是，大概是安怎，犹原去掌管伫家己的手中。无你爱讲这主权来交代伫上帝的面前，互上帝来带领你。开始你若安尼做的时阵，咱真可能犹原会碰到一寡这阻碍，甚至有争战，嘛有将咱看这无好的代志伫迄所在来发生。咱逐摆若要洗礼前的时阵，牧师会甲这要洗礼的人伫迄所在来交代一寡代志，然后最后伊就是礼拜日，咱的圣餐的时伊就会来。常常嘛到时间在活来中间的时阵。而且就电话讲因厝里拄啊发生什么代志，伊本身嘛发生什么代志，甚至若对第一代伊也真惊吓。伊讲啥毋是原来伊所信的迄个神咧阻碍伊，咧惩罚伊无？伊刚好有一寡这无好的代志咧发生，到底是如何？所以今摆牧师若咧下面谈遮的时阵，最后拢会带一个祈祷。咱将这原来你所咧拜过去真虔诚咧拜这代志，甲遐神明以前你可能有一寡这历史伫迄所在要安怎？咱交代互主耶稣，互主耶稣去解决咱这问题哩。真可能你嘛会去碰到这情形伫咧时，咱无一定会真明白这个原因到底是甚么。但是你要知，这一切拢下伫祈祷中间，求上帝伫迄所在来掌管。
咱就是安尼祈求的。耶稣伫这新约中间甲咱讲：你求就得到，拍门就甲你开，找嘛要伫遐来找到。耶稣有遮尔确定的应允伫咱的中间，为什么咱已经交代伫伊啊？咱却袂办法伫迄个所在会当有这种把握伫咧呢？所以应该有一寡问题需要咱的思考，才甲咱写了3项伫咧。头一项，你真正对这代志有超然的态度，还是有缘用我的意思做意思？第二，你是毋是伫这过程中间有继续伫遐咧挖靠上帝？牧师嘛知影有几啊人，伊第一代来的，然后伊当了一寡遮无顺利的时阵，伊想这到底是安怎呢？结果伊佫转去拜原来迄个神伫咧，佫转去找迄个伊咧以前咧拜即个神伫咧。你若安尼倒转去，你免来当得着主伫遐掌管，你主祝福伫你呢？你伫整个过程中间有继续伫遐来挖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无？还是伫即个过程中间，有可能咱接受的信息是讲，咱需要伫迄个所在来改变，需要伫迄个所在来修正的时阵，你是毋是真正明白？还是因为外口即个原因，造成你只妥协伫迄个所在来改变的？假使你若认真伫遐思考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拢是正面的时阵，你就应该要坚定不移，尽咱的本分，因为上帝互咱应允就是伊一定要看顾，也要带领伫咧。我举一个例来讲，发生伫牧师的身上，我离开咱去年的7月底来离开，为8月初1开始到伫台湾圣经公会。到今仔日已经特别满14个月啊！当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去年的4月初的时阵，受到邀请，阮经过1礼拜的祈祷，牧师娘参加伫迄所在思考这个问题，有真侪需要思考的，因为牧师哥经过5年以后就要退休啊。70岁，咱长老会的规定，70岁牧师就一定要退休。虽然你会使去做工，但是你无真正的这个身份伫咧，毋是在任的这个牧师的身份。这5年要伫原来这个教会继续服侍，还是到一个全新的所在为头来开始，这是一种挑战。迄个时阵，圣经公会无总干事已经年半，伫这年半中间。无总干事代表台湾圣经公会去外围开会，因为是国际性的有这个组织伫咧，所以台湾的声渐渐一直无去啊。佮逐个人感觉讲大陆遮尔大的这领土中间，遮有13亿个人，为什么无一个圣经公会？但是咱知伊嘛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伊无真容易会当伫遐来成立圣经公会，那买的时嘛是伫因的即种宗教局下面伫遐来成立的。但是有人就发这个声问讲：你要来成立无？伊讲会使啊，阮来成立，但是头一项请甲台湾圣经公会除掉，政治的问题佫出来啊。无台湾，因为台湾属伫阮啊，阮来成立，伊就伫阮的下面就好啊。所以，伫即种台湾圣经公会的声愈来愈无去消息的时，你爱真侪努力，才会当搁伫迄所在可以开始。搁当着咱即马的即个现代媒体的即关系、电子化的关系，即纸本的圣经会愈来愈少人使用，敢若一个公用圣经一定有用的。其他个人真侪人拢已经开始用圣经，咱即下讲毋是三个来看圣经、翻圣经，是讲咱来华圣经。所以这已经整个伫遐改变时，所以伫台湾圣经讲其实面对真侪种困难的，有必要去安尼，佮去迄所在，佮5年啊，敢着安尼去做。经过祈祷了后时，我佮无顺利的回应是感觉，若过去看阮过去的即种所经过时。这条路应该是爱阮去行的，无遮尔侪牧者中间，为什么会找阮？佮阮过去的经验等等遮，所以阮最后就伫迄所在做出回应。阮愿意顺服伫阮认为的即种上帝的心意伫咧。然后就用咱的小会来提出来讲。了后，阮伫7月，迄是4月的代志。
7月的时阵，阮就去到即土耳其的东边，阮伫遐一个旅游，一遐看即个真少人行的迄个部分，土耳其的东边的所在。无拍算伫迄个中间的时阵，接到一个电话讲，你要去圣经公会，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间，你的身份爱改做是，毋是正议员，就是阮申请要成做特职的牧师。特职的牧师意思就是讲，即个机构毋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但是阮认同，所以你会使伫迄个所在，你嘛会使倒转来，你会使开会当投票，你会使伫遐受派等等遮个。为一个条件，你袂使做长尔。安尼时阵，马上对阮的影响有足侪点来讲。头一点就是，我袂使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伫遐来退休。即点的打击非常的大，即种冲击足大的。为阿公、爸爸安尼一路落来的时阵，我拢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啊。我嘛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负担最真侪这代志的。为什么我袂当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来退休？这是身份的问题。搁一项，因为你已经毋是正议员，所以你开始你的这个退休了时，你就袂当受安养，因为你毋是用长老会的牧师退休。你以前一寡福利完全无去，到底有啥物物件？我当然非常的清楚，因为我迄阵的身份是团福会主委，也是平安基金会董事长，阮就是咧管这项代志的。我非常的清楚，我会失去的是啥物物件。但是阮一知影这代志的时阵，阮伫国外，我甲无师娘两个就跪落来祈祷，到底上帝，你的心意伫倒位？在人的目睭来看的时，人的想法来看的时，你来对做这个决定要发生这么多无好的代志，人看无好的代志，啥物互你一个提醒，讲你这个做是毋对的，你应该倒转来，搁另外，搁莫改变，搁原来的是安呢？但是阮祈祷了时，我得到答案无共款。阮感觉讲，这是犹原是上帝爱阮行的路上，是只不过加一个挑战互你，互你搁一段，你会使认真去思考。会当决志袂？伫即种的失去遮尔侪物件的时阵，你犹原会当留伫决定要安尼做啊无？阮得到答案是安尼，所以阮犹原倒转来以后，我嘛是决定继续行即条路的。当经过14个月以后，阮愈来愈清楚，阮当初讲的即个决定无啥毋对，因为我伫中会中间嘛是做董事长，伫北大中间也做董事，伫总会中间也是做平安基金会，咱合法的即个台湾基督长教会的财产拢伫即个平安会啊、平安基金会内底。我做迄个董事，你搁做团委会主委，这个代志加起来时，你差不多家己的时间真少伫咧，还是爱去插遐代志。但是瞬间中间，这一拢总拔掉去。我以前就是要死这死也死袂掉。无拍算，因为安尼一个改变以后，马上拢规个死掉去。伫过去这段中间时，互我有充足的时间，100%拢总伫圣经公会。有啥物人会当有安尼方法？只有神的安排才有可能。所以，阮伫遐搁重新的思考的时，结果是啊，爱感谢当初人咧甲阮反对的遐个人。因为我知影是啥物人咧反对，嘛知影是啥物原因呢？人拢想讲，阮会气迄个人，阮无啊！我即摆感谢伊，若无，阮就无可能会参与安尼一个。过去中间这14个月伫圣经公会，若无安尼的时阵，我无办法全心全力伫迄个所在。嘛会当换一句来讲是，甲我的后路断去啊！所以你得好好专心伫迄个所在做，无毋对。阮当初做决定，伫遐做祈祷嘛是安尼。不管人会做决定是啥物，阮感觉这就是上帝你的呼召。阮就是要照安尼来行，反正以后去天堂也袂问讲你是啥物长老会牧师啊，所以无要紧啊，对啊，你上帝看这种你这实质物质方面顶好的这可能你无欠嘛，你无欠，所以无要紧啊，无毋对，你要安怎会当知影上帝心意？有真侪咱需要伫迄个所在来思考的。当你若知，你已经想了真超然的立场。佮伫迄个所在思考者的时阵，你就
放心交托伫上帝中面，伊一定要引带你的。你若安尼顺服是要安怎？咱看大卫，咱一定受到上帝祝福。咱看大卫就知影，大卫互拔示巴，伊伫遐，上帝互大卫甲拔示巴，第一个佫生一个囡仔叫所罗门。上帝听即个所罗门，甲伊号名叫做阿迪迪亚，亚迪迪亚。即个名翻译讲啊，那是上帝所听的。上帝祝福伫大卫伊的即个顺服伫咧。所以咱倒转来想讲，上帝在写伊会改变伊的心意，原来的即个改变无？圣经中间几下例子咧，上帝会改变。希西家王伫咧记下卷20章伫遐讲，以赛亚来讲，你破东边，你得要死啊！哇！即个希西家王一听到以后，倒向即个壁伫遐来啼哭，伫遐来祈祷，求上帝纪念伊安怎行伊看这好的这代志。以赛亚讲煞行出去，还未到门口呢，上帝已经甲讲，你搁倒转去。甲希西家王讲安怎？上帝听见你的祈祷，看见你的目屎，搁予你15冬，搁予伊活15年。上帝有改变伊原来决定有。尼尼微城用哪？上帝爱用哪去甲尼尼微城讲，恁遮个背逆上帝的人，最歹的人，40天以后，即个城要灭掉。国王听到以后，拆二衫，穿麻衣，禁食，坐伫火府内底时，佮统领所有的百姓拢安尼做，包括精死嘛安尼做。结果是安怎？上帝无灭掉尼尼微城。伊是安尼，予伊讲的话，颠倒伫遐，家己讲的佫无伫遐实现。无上帝因改变了伊的决定的。以色列人的百姓伫出埃及记中间足侪这代志，背给上帝拜偶像，这上帝看得无好的，但是伊若悔改，上帝就倒转，上帝伫迄所在就原谅伊来改变伊的即个决定。上帝那些会改变，但是上帝嘛有无改变的时阵，咱看见今仔所看即个大卫甲即个拔示巴，即个囡仔伫遐无因为大卫的祈祷，会就只好起来。咱看见大卫讲要来起圣殿，互上帝伫下当有一个真水的圣殿里，上帝无答应，讲因为伊的手流太侪人的血滴。耶稣要用电视里个时，伫克西马尼园伫遐讲，甲即个杯刷掉去。但是上帝嘛无答应啊。但是耶稣伫迄个时阵，伊有咱真好的即个模范伫者。咱看即两个圣经节，伫个是马太福音26章3-9，伊讲我的爸啊，若会当求你，互我免啉即个杯，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旨意实现。佮后壁的时，佮讲我的爸啊，即个杯若袂当免，我一定着啉，愿你的旨意实现。当咱面对着一寡遮的问题的时阵，咱敢若知影讲上帝，咱无钱毋茫照着这环境，照着这看起来，敢若对咱真无介意去接受要安怎？咱使用耶稣的即种祈祷来做咱的祈祷。我真无爱安尼，但是若上帝你的旨意是安尼的时阵，就愿你的旨意实现。我就用顺服的心开始来面对安尼。当等到这时，咱开始来思考：会变的上帝，敢是咱的上帝？是咱咧决定的上帝？咱咧说瓦靠的上帝吗？原来这是咱对上帝的这种误解的。上帝无变、袂变，到底是甚物？上帝袂变是伊的本性啊，是伊的属性，毋是伊的决定的咧。上帝本性有啥物件？有公义、公平、仁爱、怜悯、疼、圣洁、信实、宽容、专营、真理，这拢是有百几种的咧。这是上帝本性，本性就是讲，伊就是安尼啦。上帝就是疼，上帝就是公义，但中间有互相伫遐无共款咩？公义甲怜悯两个人对拄好颠倒啊！你若公义，你就安那，你就袂讲爱怜悯；你若怜悯，你就袂用公义。即甲咱讲，即个本性代表讲，伊同时爱存在啦，互相佫袂当抵触。咱想无咧，要安怎会当公义佮怜悯？上帝互咱上介好诶，即个例子，会例子咧，睇啥？伊牺牲伊诶独生囝耶稣，为着赎咱世间人诶罪，伫遐来定死里个。
所以这方面呢，伊伫遐满足了伊的公义，因为世间人犯罪，所以一定要有伫遐受罚。但有人为着伊啊，安尼伊会当免掉去啊。但这方面呢，伊免安做，就是甲伊的独生囝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疼世间人。所以咱来感谢，因为上帝为着伊的不变的本性。伊会当向这人若愿意要改时，伊就伫遐来改变伊的这个决定伫咧。上帝这方面会变的是咱来感谢，因若无变，咱逐人拢已经死啊，因咱拢背给上帝啊。照旧约中间的这种看心，你若背给上帝，你就是唯一就是死。但是上帝因为伊的本性，所以伊伫遐来改变，咱来感谢这个部分。所以咱个人来看的时阵。咱咧要知影上帝心意中间要安怎来知？咱来哪亲近上帝，咱就哪明白伊的心意。咱知影这翁仔某中间为目睭一捏啊，小喙小歪一下，咱就知影哦，伊的意思是啥物？因为你甲伊的关系足好咧啊。你若甲上帝关系好的时阵，你嘛知影上帝意思伫咧啊。要安怎甲伊有较好的关系？常常祈祷、读圣经、灵修、默想、聚会、分享、感恩等等遮的。你自然就甲上帝关系如何？毋是讲咱伫厝里看电视甲开开，好消息啊是迄个，就伫迄个所在就坐遐祈祷，那着爱走穿衫，着去穿衫，着去走到教会去。我家己伫遐分享着，无上帝爱咱聚会，毋是伊甲伊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人甲教会的关系，这拢是上帝所意的，咱去注意的。你的祈祷若已经无得到上帝回应，是代表什么？真可能就是上帝爱咱顺服来接受，还是咱来改变？会当互这个咱若改变了是，会当互上帝来改变伊的这决定的。重点是上帝咧等人，毋是人咧等上帝。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一切伫伊的掌管内面。伊知影倒一个时间，用什么方式对你上好，因为伊听你。所以是伊咧等咱还未准备好咧。是你还未顺服心无够，还是你还未改变？拢是咱爱去思考的。不管伫任何的情面里面，咱拢爱尽力来努力，用下日上帝心意来求上帝会当改变伊的现状的。等咱教会要庆祝50周年的时阵，等咱搁咧找主任牧师的时阵。等咱有足侪这事工咧进行时，咱是毋是原来爱去思考这个问题？上帝爱咱迦南教会伫这个所在，伫桃园这个所在，爱做到安怎程度？是干那咱内底顾好就好啊？还是伫咱这个社区中间最光最严？还是干那伫桃园尔，敢袂当到伫这个更较偏僻、更较落伍的这个国家去，这拢是咱爱开始伫遐来思考的这个问题中。大家共同伫这个所在来思考，当咱也是做着上帝所欢喜的，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毋拿你的人的罪，毋拿你的你的这种经济的问题，拢是上帝祝福伫咧。咱若讲干那意找咱家己的想法时，我相信咱就去限制伫这中间的。当咱若已经尽咱人的努力的时阵，上帝就要因为伊的不变的本性伫遐来回应咱的。所以咱就会当顺服伫遐来接受，毋管毋知有下咱的心意无。真感谢今仔咱的罗家小组伊所吟的这首诗。我知影明仔载上咧掌管，你知影无？你若知的时阵，你就应该做你的回应。或是咱爱悔改认罪，或是咱爱改变，或是咱爱真顺服，拢是咱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咱当心来祈祷。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有你成做阮的瓦靠。但是，阮更较意外，伫阮的生活、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所做会当更较合乎你的心意。有时是需要阮来做改变的，
当阮要改变，嘛是因为阮知你的心意是啥物。当伫教会要经50周年的时阵，阮求主你